所以我们接下来一起热情的掌声加尖叫，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，谢谢。人你的朋友尖叫声来一点，因为明天情人节，我再来一首比较跟情人有关系的歌，好久没唱这一首歌，叫做《阿爸煎瓜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是你的名，风是你的梦，将你阵阵做入心肝。你是我的梦，我是你的山，永远踮你身边，予你通我。醉伫你野蛮的温柔，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放弃自由。就算外面世界遐精彩，嘛袂搁消受。有你的爱，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天是咱的命，心互相陪伴，唱出送予你的情歌。我是你的笔，你是我的纸，未来幸福美丽做阵来写。紧紧醉伫你野蛮的温柔，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放弃自由。就算外面世界遐精彩，嘛袂搁消受。有你的爱，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相爱的人，并不需要理由。从今以后，我袂来放手，不免烦恼什么风风雨雨，把唱你的快乐忧愁。谢谢我的人里的朋友，谢谢我的粉丝们。然后呢，虽然下着雨，但我相信这个雨水呢，绝对是带来财富的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谢谢。多淋一些雨，其实也不错啦。对。因为我已经沉醉伫你野蛮的温柔，为了你。我心甘情愿放弃自由，就算外面世界遐精彩，嘛袂搁消受。你的爱，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原理对我很好，他一来就下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重点来了，还有我那个北中南来自这3个地方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对，好，对。
谢谢你们哈。那，嗨，听这个声音就是南部来的。那我听一下台中的，园林的在哪里？呀，啊台北的咧。恁今仔日拢无讲话对唔对？就是要为着这个尖叫声，对不对？好，给我们园林一个尖叫声好不好？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明天情人节，后天呢就是元宵节。那在明天情人节呢，我想要再带来一首歌曲，希望在新的一年呢，大家呢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人、自己爱的人，都陪在你们身边，然后提供表情卖的好啦，先停一下。带来这一首《听你的心》送给你们。好。Hello， 你们穿雨衣哦，好辛苦，谢谢你们陪我到现在，后面还有2首歌哦，哈。满天的星，摆着偌多人的约定，变成路灯，像一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，你陪我看风景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云，听过偌多人的情话，有意过，像世间人变化足多。若亲像想要体，定定不是你的。颠倒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行过运命，你伴过孤单。来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心坎的人团圆。行过运命，你伴过孤单，来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心坎的人团圆。原来上天的感情是两人酸苦看共心，原来上水的春天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甜甜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心坎的人团圆。
天烈女星。天烈星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小倩姐，欢迎我们的凯凯，谢谢小倩姐。凯凯，你今天颜色好喜气哦，我其实是啦，因为真的。元宵节嘛，其实还在过年当中，想说还是要有点喜气的感觉。我知道大家有看他的粉丝团，对不对？粉专就是一个行动大红包啊，在过年期间。我觉得大家看到红色还是会觉得很开心，毕竟是喜气的代表嘛。没错，就像看到桃红色，因为明天是2月14号，情人节，对。你们我都把它放在心里面了。哎呦，真的是漂亮的女星哦，碎哦，而且还是黑桃 S 哦。我是不敢摸啦，因为我怕底下会见证。哇！我跟你讲，是像自己弟弟一样，好不好？就像肉做的嘛，我妈讲的，还能把折呀，赶快。好了，其实今天凯凯可以来这里，我们真的要很谢谢我们的这个原民市游正雄游市长，你知道他以前还运动国手呢，很厉害。看起来就是很像运动国手的身材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待会他那个我们市长上来要不要摸一下？你想要让市长摸你？不是，你摸我们互相摸他一下。我们互相摸市长，因为是运动体格。那就话不多说，马上把我们市长请上来，好不好？耶！尖叫声再给再一次来。你看走路有没有就很有那个感觉我们举重选手、拳击选手，你看。你好。对，不礼貌的地方请多包涵。再给我一支麦克风。所以来，市长就在这里。市长之前还就是你知道，市长有什么话跟凯凯说？要跟凯凯讲一下哈。是。连续这几天我才刚才给打广告。真的，今天每一场的一个宴会也好，活动，我一定介绍喜物卡。谢谢啊。凯凯我已经叫了28年了。凯凯叫28年了。怎么说？你大概知嘛？你笑的是安呐？都知哦，园林的都知道。你光叫这凯凯。真的对了。说你应该28回了对啊。那年就28年。28年啊！你有感觉做青菜的感觉不？看到你就青菜。讲讲惊死哦！我也物件红帮的。他早上我来换。怎么那么可爱？所以其实你想摸他，他也想摸你。凯凯，我看了。我了解。我两个摸一个安尼。你搞我觉得真的是给阿里底加设计一起团圆呐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说邀请到这个凯凯来，那你们两个就是父子重逢嘛，哈。对啊。所以我们拍一张照片。这个凯凯身高也差不多了。身高也差不多。你说我看儿子的身高吗？刚刚也有来。真的。凯凯刚刚也有来。小凯凯回去了是不是？小凯凯回去了。太好了。下次再来，我一定要跟他相见欢迎。两个凯凯相见欢。对啊，今年就5集摊开，公掉，这么激动。那我们两个拍一张好了啦，回去要给另外一个凯凯看一下有没有？哇，原来我们这个市长的儿子也叫凯凯，只虽然画到大海。我是你哥哥哈，大凯凯。你是26岁吗？我。对啊。我35岁了。看不出来。真的，我35岁。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在这个现在跟我问这个年纪的问题呢？他今天看到凯凯太亲切了。恁囝22岁。28岁，因为28年了嘛。我相信我的外表应该还像28岁一样。永远28岁。26岁啊！谢谢。谢谢市长，谢谢市长，好开心哦，谢谢。市长今天到舞台上，等一下有帮大家谋福利的啦。因为我刚刚呢拿了3包的花生留着，对不对？是。市长就暗示我，那3包呢是要让凯凯来做灯谜的，然后让大家猜到灯谜可以上来跟凯凯拍照。来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竹广香我们的芝麻糖哈。这就我讲真的。万林上出名。万林上出名呀。贡糖。对。竹广香。竹广。是啊。你刚刚有拿到吗？我没有拿到啊，我留这3包就是。我们都没有拿到。这是要送给你的。没有啦，这个是要猜谜的啦，没有。送给你，看你要怎么做啊。重点是后面那一句送给你要怎么做？你们想要的话，请尖叫声给我们的市长来一下。
市长，谢谢太开心了。好，然后谢谢市长，我们请市长先回到我们的贵宾席。哇，市长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可爱。我跟你说，他超可爱，我帮你。谢谢。对，这真的很好吃哦。真的很好吃。对，那你看吧，市长就是要帮大家谋福利的，我们已经争取到了。现在我们来出个灯谜题。哎呦，那答对的朋友呢，就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凯凯拿到这个好吃的这个糖之外呢，同时跟凯凯拍一张合照。哇，谁想要？真的是我的福利吧？哎呦，是你的福利，是大家的福利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先出第一题，我们先选一个人。好，然后上来出题，如果他不会再回去，这样好残忍。对啊，我们直接出题我在选人呐。你看凯凯就是天烈旅行哦，大家为大家着想。那我们就先出第一题好了。好的，请问三国时代的哪个人物是飞毛腿？这个很简单，这个三国时代哪一个人物是飞毛腿，速度很快？那个噔，那个拿手灯，拿手灯，好，来，请上台，你被选到了。手机那个什么？是手电筒那个哦。对，手机手电筒的。来，我们请上舞台。来，对，要跟凯凯拍照，有没有心跳100？应该好。你好，2000。你好。你好，谢谢你来。哎，通常啊，歌迷看到艺人或是偶像的时候，都会一直想要往他身边去。是。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歌迷一直离他很远。毕竟我们要有那个安全距离。安全社交距离，那我们再退3步。没有了，不用了。太远了啦。大家都有打疫苗了吗？那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曹操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老公跟我说的。曹操说。说曹操就到。答对，厉害。这是你的卫生纸吗？这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呢？我们两个没用过的。我们两个同时注意到这个怪异的东西，为什么它会跑出来？你包包我以为你抱个婴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的包包也太小了吧！看开，我觉得好开心哦。真的哎。这包包太小了，换大一点的。对，老公在哪里嘞？老公，换大一点的啦。挥手。这太小了。好可爱，东西都掉出来，还好不是钱包。哦，那我们就跟凯凯拍一张合照。谢谢。来，那个老公就帮他拍一下，好不好？把握机会。老公要不要来前面一点？对，我们两个叫他老公都怪怪的哈。老公来。老公是女的吗？怎么会是一个女生呢？那是你女儿。女儿。你看起来很年轻哎。对啊。女儿。来，靠近一点。可是女儿也要上来。女儿也想上来。凯凯人真好。1、2、3。可以吗？帮妈妈圆梦了。啊，好年轻哦。妈妈说：“你上来。”这个叫做买1送1。哇 ，lucky 耶！那个老公来拍一下。老公你也上来了，我们就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你妈妈也有来，妈妈也上来嘛。你刚才那个很羞涩啦。妈妈有来，妈妈应该很喜欢小凯，对不对？哈，阿公阿妈有来。阿公阿妈有来吗？没有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有要来啊？没有吧？妈妈来了，真的。没拍谁。跟你们拍照是我的荣幸。真的，而且只有园林才有这样的福利哦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幸福园林。还有一个女儿。小品，所以你到底生几个啦？2个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来，妈妈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工作人员帮他们拍一张。不好意思哦，等我们一下哈。是，那靠近一点。1、2、3，一个爱心，看中间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将会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啊！小心走，好，慢慢走。看，这个叫做买1送3。哇，真的。待会还会全家一打都来。对，待会会不会开始有人在旁边？我们等一下假装是一家人。对，你看。看这个有几颗。分开一起，分开送，剩下我们带回去。好，来第2题是，请问哪一个数字最勤劳？哪一个数字最懒惰？很简单，哎呦，1、2。可看你选的好快哦。这个是刚刚跳舞的漂亮姐姐。刚刚有跳舞的社区的姐姐。一不做二不休。哇塞！来。老师啊，刚刚那个周老师
是？完蛋了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等一下，停！我觉得他会把全团叫上来。没关系，那你们就上来吧，如果可以。今天的舞台够坚固。太强悍了，太强悍了！来，开开一包，等一下给你送。好的，老师在哪里？老师，这是你的，对。好了，全员到齐了吗？今天怎么都这样哈？原来祝对幸福的园林就会有这种福利哈。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。第一张好，剪刀。好，第二张石头。好，第三张布。我们好像又有台的哦。真的，谢谢我们今天的小心，今天我们今天的桃子哥哥，好，因为桃红色。谢谢，安全距离。你还想怎样？请问这位老师，你还想干嘛？理事长，他们今天晚上会很兴奋，对不对哈？啊，你按到录影的啦。不是，哇，这个今天本日最开心的一团，我好像要参加尾牙。真的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小心哦，哈。啊，谢谢我们这一团哈，谢谢周老师。对，周老师，我记住了，周老师。今天就1送3，然后这个送全部这样。这是全餐哎。全餐你要好好谢谢我们市长，真的，这个是他争取的福利，真可爱。哦，你看完了，市长跳热舞，还要去跳热舞给市长，好开心哦，很可爱了。来，接下来这第3题的机会来喽，把握机会。请问什么东西最爱乱买东西？什么动物啦？最爱乱买东西？这很简单哎。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粉丝一个福利？因为好不好？然后我粉丝来一个，因为你们真的是舟车劳顿来的。那我们数来1、2、3举手，好吧，让凯开选。那个已经选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哪一个？小男生嘛，对，小男生。来，哇，我们他等下会不会叫全部粉丝上啊？可能。待会转过来跟大家拍好了。哦，好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比较好一点。是。来，这也是今天小粉丝一起来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啊。你好。好，那你先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是斑马。斑马答对了，北贝，对不对？哎，他的眼睫毛怎么可以这么长？对啊，你都有在擦生长液哦。来送给你。我先问一下，你是从哪里来的粉丝？我是桃园的。桃园。不是的，现在都打疫苗，我有打3剂耶，我也打3剂。对，我们都打3剂了。我打2剂。你打2剂。开玩笑。好了，我们拍一张合照，好不好？秀一下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，也是我们凯凯的粉丝，因为今天有包车啦，对不对？就包车一起下来。谢谢你们，好可爱哦，好好玩哦。哇，真的太开心了。这个明天是2月14情人节，那后天是元宵节，元宵就是团圆的日子。对，那我们市长特别选在礼拜天，让大家呢一起团圆，然后又度过这种情人节的感觉。凯凯分享一下你的新年的新的愿望有没有？新年新的愿望，因为你做了很多啊，又主持又唱歌又演戏。对，新的愿望应该希望今年还是有多方的发展，比如说拍戏，再来就是发自己的专辑，因为我已经有去年没发，今年应该要发一下，一定要啊！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希望说，因为去年呢12月4号在台北小巨蛋已经开完第一场演唱会，对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到高雄或是到台中跟大家见面，啊，好哎，或是到彰化，好不好？好。市长要来哦，会，他会带着凯凯一起来看凯凯，没错，对。好啊，那也希望大家就是顺顺利利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平平安安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许富凯，富贵吉祥，5吉堂开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希望有朝一日赶快把口罩脱掉。真的哎，戴着口罩唱歌是很。其实真的是会比较考验肺活量啊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以大家安全为着想，所以还是口罩要戴好哦。对，各位要保护好自己，健康最重要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凯凯就用美好的歌声献给大家，带来什么歌？带来这一首很应景的《今天下雨天所以》。我希望大家待会跟我唱这一句。是。
送你送到这。好，来，就是好你呀，好。来，好煞姐，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来，我跟你拍一张。看前面，看妈妈那边。有缘是路雨暝，耶稣，谢谢，为你行，想拢是行到底，两人相爱，情海是多变卦，马赛唱好声，流恋甘。无嘛准线，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伊若无心来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心阮的孤单，我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谢谢你们，然后希望新的一年大家真的平安健康。希望有机会可以常常来到园林跟大家见面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谢谢。有缘是路雨暝，耶稣陪你行，心拢是行到底，两人相爱，情海是多变卦，马赛唱好声，流恋甘有脚纸，无嘛准线。换一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心爱的听到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来哦，大声一点哦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哦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。你若无心来牵拖，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我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我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。一段感情放雨伞。也给自己一个掌声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刚刚是因为有音乐衬底，我想要听一个清唱版的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你们都会。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来开演唱会的时候，
跟我一起唱大声一点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。这一首歌呢，比较嗨一点，有点往嗨。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嗨，好不好？那这一首歌有几个重点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。你们有听过《爱情陷阱》吗？这行贼，然后呢，听我语说。好，带来这一首《烈雄风》送给你们。恭喜警报来了！尖叫声在哪里呢？园林的朋友们，手借我来。多感情的人苦，人心哪甘苦？戆戆跟着你的脚步，扰乱阮的路。看着你心跳面红红，敢是会做梦？不知已经伤风沉重，搁甲你难安安。一番情头予你苦度，是我心茫茫。你去开始真的伤苦，用要掠讲。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欺人，我的灵魂拢闪无香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连变变，阮都无够爱变心空。我的伤苦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的轻松。想要挽回的情无才讲，爱情漫漫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。这行这，听我语说。好，手再举，举起来一下，谢谢。看过感情的难苦，轻轻哪甘苦？戆戆跟着你的脚步，扰乱阮的路。看着你心跳面红红，敢是会做梦？不知已经伤风沉重，搁甲你难安安。一番情头予你苦度，是我心茫茫。日起开始，真的伤苦，用要掠讲。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欺人，我的灵魂拢闪无香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冷冰冰，阮都无够爱变心空。我的伤苦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的轻松。想要挽回的情无才讲，爱情漫漫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。这行这，听我语说。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欺人，我的灵魂拢闪无香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冷冰冰，阮都无够爱变心空。我的伤苦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的轻松。想要挽回的情无才讲，爱情漫漫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。一起来啊！这行这。